上帝疼极深极大，请咱即时三甲来吟圣诗211首，上帝设立安息圣日。上帝设立安息圣日，应允赐福天的万民。是信道恭敬来守，稳定福气充满心事，通欢喜，通欢喜，今日通教信道三更，只愿上帝慈悲显明。予我知交与阮作证，通欢喜，通欢喜，世上安乐无通相比。今日耶稣对世告我，卡也时时魔鬼的款，和平人君。我的主，我命美娘，使我完全，通欢喜，通欢喜，今日通教信道三更，只愿上帝慈悲显明，予我知交与阮作证。通欢喜，通欢喜，世上安乐无通相比。求主听通，极大无比，保惠善事，甲我徛起，感化我心，袂捌真理。欢乐苦痛变做欢喜，通欢喜，通欢喜，今日通教信道三更，只愿上帝慈悲显明，予我知交与阮作证，通欢喜。通欢喜，世上安乐无通相比。大家信道，当日颠倒，因是基督敬拜献身，愿主赞我虔心挂意，真是世人做你学习。通欢喜，通欢喜，今日通教信道三更，只愿上帝慈悲显明，予我知交与阮作证，通欢喜，通欢喜，世上安乐无通相比。感谢主，咱每一个人伫一礼拜当中，虽然咱有无同款的组合，伫无同款的所在，总是主听咱，互咱也有伫圣主日，转来即个大家庭，兄弟姊妹，大家相见面，而且来守上帝圣的主日。这是一件通欢喜的事，上帝的确要赐福伫咱大家。只是，请咱是毋是用恭敬、用祈祷心，咱搁唱一摆，上帝设立安息圣日。上帝设立安息圣日。应允赐福天的万民，一日信道恭敬来守，稳定福气充满心事，
通欢喜，通欢喜，今日通教真多三件，只愿上帝慈悲的名，予我的教以阮作证，通欢喜，通欢喜，世上安乐无通三遍。耶稣对是个我，靠也是魔鬼的关，和平人君，言我的主，我命命牛，使我完全，通欢喜，通欢喜，今日通教心多三件。只愿上帝慈悲的名，予我的教以阮作证，通欢喜，通欢喜，世上安乐无通三遍。主听通，结果无比，保卫先生。教我行记，感化我心，袂捌真理，我乐苦头变做欢喜，通欢喜，通欢喜，今日通教真多三件，只愿上帝慈悲的名。予我的教以阮作证，通欢喜，通欢喜，世上安乐无通三遍。若甲心道通入圣地，吟诗祈祷，敬拜献谢。愿主赞我献心挂意，真一世人做你后生。通欢喜，通欢喜，今日通教真多三件，只愿上帝慈悲的名，予我的教以阮作证，通欢喜，通欢喜，世上安乐无通三遍。今仔日是主所定定的日，咱伫即日的中间要欢喜快乐，咱欢喜的心要来亲近耶稣。耶稣是我心所欢喜，你使我命可属更免，点起世间心袂满意，我可你心袂安宁，你的真理永远无变，信你的人得着
靠你，拢无惊吓。我的心有时也说，因为世间常常变迁，因无爱甲你相隔离，求你予阮较也试炼。耶稣我你甲阮徛起，予阮时刻平安欢喜，最后关世拄要到你，将你成光照阮一世。主耶稣甲咱讲，主耶稣甲咱讲，伊讲我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兄弟，牵着主耶稣，耶稣予咱的祝福永远伫地。上帝的疼永远甲咱伫地。耶稣是咱心所欢喜。接续，请咱来吟250请咱三甲来吟398首。我来亲近耶稣。我来亲近耶稣，以为主大好，心内若有忧闷，伊予我快乐。我来亲近耶稣，心就结欢喜，伊温柔叫水行，亲像我甲你。我来亲近耶稣，以为听基督，因为深深听我担做最受苦。我来亲近耶稣，心就结欢喜，伊温柔叫水行，亲像我甲你。我来亲近耶稣，伊会牵我手，温顺带我真正入天堂地球。我来亲近耶稣，心就结欢喜，伊温柔叫水行，亲像我甲你。也甲快乐生
主耶稣甲咱讲，就群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主耶稣是咱的大牧者，咱来亲近伊。你敢有感受到？伊亲像咧甲你叫，我的囝入来。你敢有感受到？伸你的手，互耶稣牵。亲近耶稣是一件幸福的代志。认捌耶稣是咱一生最大的祝福。咱搁一摆，来亲近耶稣，用这首歌，用这首诗歌来亲近耶稣。耶稣踮伫咱的内面，伊的疼永远袂无去。我来亲近耶稣，伊为主大好，心内若有忧闷，伊予我快乐。我来亲近耶稣，心就皆欢喜。伊温柔叫细囝亲像我家己，我来亲近耶稣，伊为听祈祷，因为亲亲听我担当罪受苦。我来亲近耶稣，心就皆欢喜。伊温柔叫细囝亲像我家己，我来亲近耶稣，伊为我手，温顺带我真正入天堂祈求。我来亲近耶稣，心就皆欢喜。伊温柔叫细囝亲像我家己，也甲快乐细囝，伊白衫通穿，调起我的救主应踮伊面前。我来亲近耶稣，心就皆欢喜。伊温柔叫细囝亲像我家己。主耶稣用新的改变予咱，伊甲咱讲：我想赐恁一条新的诫命，就是恁着相听。伊讲，伊怎样听咱，咱着安尼来彼此相听。咱若彼此相听，人就要知咱是伊的学生。请咱大家用这首诗歌彼此相听。地老天归真希望，我就是我来帮助，救主看了就欢喜。
是对上帝来，听是对上帝来。上帝找伊的独生囝来到世间，为着咱牺牲做挽回祭，这就是听。上帝安尼听咱，咱嘛彼此相听，咱彼此相听，上帝看了就欢喜。人特别知咱是主耶稣的学生。最后，咱来唱453首。天父听咱世间众人。天
煞安静心。拜拜。你所竞选，互伊亲近你的，踮伫你的院内的7项有福气。我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圣诗，圣诗第65首，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灿烂的星辰，为着阮出世以来所受一切的慈爱，天父上帝，阮齐声阿乐称呼你尊名，请起立念全首。
请咱议员起来，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诸山。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使女玛利亚出世，伫本着彼得罗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担坐是全能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啊，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是咱三个启应，启应文第38篇，哥林多前书13章。启应文38篇，我说书会讲人甲天使的言语。我说书做先知。佮说书有招信的。有招庇的信，到亚来伊山。我说使尽所有的来真济，佮献我的身躯，互火烧。仁爱是我宽容慈悲。无行见笑的事，无求家己的利益。无欢喜不义，是甲真理相甲欢喜。仁爱永远袂无去。因为咱所知的无完全，做先知的也无完全。我做囡仔时，讲话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因为咱对镜来看，如无明。我当所知的无完全。现今所存的，就是信、望、仁爱这三项。阿免。是咱吟圣诗267首，圣诗267首。祈祷的时，即时极好，我心脱离俗情烦恼，搁有通前阮天父面前，将心所爱祈祷无停。我捌拄着灾艰难，祈祷的时会得平安。搁我专心祈祷的时，会互魔鬼甲我3年。请咱坐咧吟全首。
咱三个人祈祷，听阮的主，阮感谢你，伫你圣的主日，搁有阮即届遮来敬拜，互阮有欢喜的心，因为阮知主你的保守甲看顾，阮伫一礼拜中所有的艰苦，拢一切拢无去消除，互阮搁即届来领受主你大大的福分，也恳求主你顺着你的圣手医治你的身体欠安尼的兄弟，互因紧紧会当来甲主你的圣殿敬拜，互阮同心，互阮有当欢喜，互阮的搁一届领受主你大大的福分。咱阮安尼恳求，一切拢靠主耶名耶稣的名来求，阿免。是学乐车圣歌队。
时，恭喜上帝记载伫哥林多后书8章1节到9节。哥林多后书8章1节到9节，兄弟啊，阮将上帝所赏赐的伫马其顿遮的教会恩报恁知，就是伫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因的大欢喜，甲因的极颂扬有计划，正因大大的好心，因为我也干净，因家己甘愿照因的力量，搁过头伫因的力量，恳切求阮，互因得到即个恩，来生甲有份伫服侍圣徒，搁毋若照阮所仰望的，就是大声将本身献予主，也对上帝的旨意献予阮。所以，阮劝提多，既然有提倡即个恩惠伫恁中间，就是照安尼，互伊成。那恁伫凡事亲像信心、口才、财物，拢总的热心，以及恁的疼痛，遮个事既然充满，就伫即个恩惠也着充满。我安尼讲，毋是命令恁，是对别人的恩群来试验恁仁爱的实在，因为恁知，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伊本是好野，为着恁诚做颂扬，要互恁对伊的颂扬来诚做好野。即时讲到彼此分享的教会，咱请李牧师。我所敬听的圣惠牧师，咱德堂教会长职，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即个圣美好的主日，我会当到阮草的教会的蔡明基即次帮奉主即次娘，做伙来到咱德堂教会来敬拜上帝。离开中华中会时间已经5年久，搁一摆倒来有机会来到德堂教会，感觉也真温暖，特别因为有机会，因为草的教会建堂过地时间也无款缘故，对人到北嘛去过30几间的教会吼，这通讲嘛是伫服侍过程中一个真好的学习的机会。总会来到咱教会，看起咱的教会青少年吼，甲青年吼，比率真正是真悬吼。有人讲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搁长搁老的教会吼，确实是即款的现象吼，所以有时嘛要去200-300人的教会，总遐青年非常的少吼，最好吼有诶嘛个位数吼，这是真担忧。总是来到咱德堂教会无看起即个现象啦吼，感谢主的恩典，因为知影孝信牧师、圣惠牧师以及咱长职，咱拢真注意伫咱的家己的遮个青年吼，遮个子女的信仰的教育甲培育下面，因若要诚做上帝国要紧大的采用吼。我知影孝信牧师的讲台真勇啦吼，希望今仔日我的讲道分享吼，无互遮青少年吼拄久爱困啦吼，我上帝先亲自帮赞，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听他们把拜上帝，满心感谢主的恩典，愿意你的听，甲主的圣神引出内面，愿意让来到离主的受恩宝座前，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名受高贵的所在。愿伫遮做伙敬拜学乐，也会当来亲近你，也领受对你来活命的话语。上是透过甲兄弟姊妹做伙敬拜主的过程，领受你的听，也会当训导的相通，彼此带到分享的当中，互阮的性命、灵命会当受主的启示，阮为这个献上感谢。请拜拜上帝，阮也要当心为着即站全世界也有缘受到这个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阮看去全世界这个确诊人数已经突破超过2800外人，也有8-90万的人因为这个疫情来丧失性命。主要恳求你甲这个受苦的百姓人民三角地带，互阮会当紧经过这个苦难甲瘟疫。总是当阮台湾伫这疫情控制相对稳定的当中，总是恳求主你，互阮会当得到智慧的心，
甲顺服的心，互阮知影怎样孝顺阮伫世间的日子。因为阮知影，阮毋单为着世间咧无用甲多无那尔，互阮有属灵的眼光，看起上帝国要紧的需要。愿主你也将耶稣基督的心赏赐伫阮逐人的心，会当甲主耶稣来同心来同情，互阮毋单伫世间过阮所追求的日子，搁较要紧，会当做成主伫阮生命当中所要成就奇妙美好的事。愿主你是阮赐福阮，也阮会当举起圣洁的双手，继续为着阮的国家、社会，为着这个世界特定好的需要来祈祷。听从阮阿爸爸上帝，也恳求主你的神运行伫你的圣会当中，也看顾每一个兄弟姊妹。检查伫过去一礼拜久，阮有劳苦担重担，无论伫工作、伫就业当中，检查阮有拄着无共款的挑战。总是阮来亲近你的时，阮要将这重担、这挂虑、这压力，甚至因为人甲人之间所产生这负面的情绪甲计谋，拢要完全仰望交托主。主啊，阮会当甲你来相结连，愿主你的圣神也帮助阮，互阮着定心得着开力，伫要来新的一礼拜，外靠主的神的开力，甲话语的帮助，以及兄弟姊妹彼此的三分享、三陪伴、三代祷、三亲睦、三激励，互阮会当活出主你所赏赐丰盛的活命，搁一摆见证搁真搁爱主伫阮的当中。那即时，阮也恳求主你的神运行伫你圣会当中，也甲你的罗卜同在，成做你的话语稳定流通的管道，互讲甲听的拢会当平平得造就甲利益。阮同心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有一只婚姻机吼，失事要坠落的时候，婚姻机顶有4个乘客，4个乘客。但是等有3句的降落伞，3句的降落伞。头一个乘客吼，是即个心脏外科权威的医生，伊安尼讲，我的病人需要我，所以就摕一句降落伞了，穿了就安尼跳落去。第二个吼，是一个吼，迄个太空的科学家，伊安尼讲，我是全世界吼上爱聪明的人，我的国家需要我，伊无搁讲第二句话，伊安摕一句降落伞，穿了就安尼跳落去。这个时候，飞机顶吼，当剩一个老牧师吼，甲一个童子军安尼。这个老牧师吼，就甲这个童子军来讲，囡仔兄，囡仔兄，你看我的年纪已经真大啦吼，嘛已经准备好势吼，要去见上帝吼。这句降落伞吼，你就可以用吧。这个童子军吼，这个童子军吼，听了吼，马上吼就立正站好吼，用真元气的声音甲这个牧师讲，报告牧师，阁有2句的降落伞。因为迄个全世界上较聪明的人吼，摕着我的背包吼，就安尼跳落去啊！现在这我相信咱济人吼，拢爱想要做全世界上较聪明的人吼，包括牧师我吼。总是咱着亲像保罗先生伫哥林多前书1章26节到27节所讲的，兄弟啊，试看恁的受调教育体的有智慧的无偌济有权力的也无偌济，有尊贵的也无偌济。总是上帝有拣选这个世间的戆个，也有智慧的人见效；上帝也拣世间的软弱的，也有勇壮的人见效。感谢主，咱拢是有福气甲智慧的人，因为主耶稣拯救咱，也拣选咱。咱也掠主耶稣基督对咱生命当中的至宝。上帝也将伊活命的话来赏赐咱，互咱行入这条永远的天路，咱会当活出丰盛甲得胜的生活。感谢主的恩典，互我甲阮的即事当中会当来到咱德同教会，来到咱当中分享上帝对伫草的教会听甲异象。搁一摆感谢孝成牧师甲圣辉牧师，以及咱德同教会小会的接纳啦吼。互我有即个机会，而且来甲咱三分享。离开中华中会和平教会吼，时间过了真紧吼，已经过了5年啦吼。我会记得20年前吼，我新学期毕业抽签受派来到咱中华中会吼，伫咱隔壁的鼻头的和平教会伫遐来牧会服侍啦吼。深深带出来吼，因为孝成牧师时阵捌伫迄个新学院吼，伫遐教课吼，教迄个研究所要毕业带迄届阮3年级的宣教学安尼。我来到咱中华中会了吼，会讲即个老师吼，住伫德堂吼，伫迄边头壁真近吼，我就真主动吼，嘛无想啥，想讲我无就来来找老师吼，拜访伊吼，相熟悉吼。
对安尼开始受到孝信牧师甲信惠牧师吼，甲咱教会吼，侪兄弟的照顾甲疼痛吼，有机会一段时间真好的学习。包括有机会甲下面教会兄弟姊妹吼参加迄时咱的义林宣教宣教中心吼，也受到当时的主任谢灵奇牧师吼，甲阿贤宣教师，拢叫迄个蒲忠贤宣教师，叫阿贤宣教师，因会真做照顾啦吼。互我伫迄段会感觉回想起来讲，伫人生出来牧会服全职服侍第一站。真正是得到上帝真大恩典帮助，会当熟悉咱德堂教会、甲孝信牧师、甲信惠牧师因吼，互因也得到真大照顾，真正真大福分吼。迄个时候孝信牧师因嘛有饲个狗吼，迄个露西啦吼，Kiki 吼、库嘛甲查理斯吼，开始的时甲因狗也无真熟，后来有较熟啦吼。后来我牧师娘做回来的时候，有时吼剩一寡物件，甲只狗也分享吼，我嘛感觉迄段时间吼，感觉伫牧会过程当中虽然真侪挑战，当时有机会吼伫德堂教会参加迄个每礼拜迄个牧者的祈祷会吼，甲咱坐者的培灵会活动吼，互我有真大的学习甲成长。所以佫即摆转来咱当中吼，真正嘛感谢上帝恩典，嘛感觉时间是真快过吼。所以我相信上帝咧渐渐引带甲带领，特别今仔看见咱德堂教会者的青少年青年吼，嘛真感谢上帝，愿上帝当施恩伫当中。虽然我目前伫高雄中会的草会教会咧服侍甲咱德堂教会检太离真远，总是咱也相信台湾基督教教会有1200几间的教会，无论是都市、伫乡村、伫海墘、伫原住民、伫离岛。互咱拢会当用耶稣基督的疼，会当成做一个信仰的共同体，一个疼的共同体，会当进一步来成做彼此分享主疼、稳定疼的教会。亲爱兄弟，咱知影，圣经甲咱讲，教会是一个共同体，所有的共同体就好亲像一个人的身躯顶面有侪无共款只器官一样。正像你看牧师有2粒目睭，一个鼻仔，一个喙，2个耳孔，外表佫有双骹、双手。你看袂到的五脏内底的身体内面有这个五脏六腑。虽然每一个机体器官伊的功能拢无相同，总是因为是伫同一个身体顶面，所以咱彼此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甚至会当讲是性命的关系。这就通叫做是共同体。咱看去初代教会，因为因是一个信仰的共同体，咱看去因怎样进一步会当成做彼此分享耶稣基督的疼甲稳定的教会。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耶稣基督的教会是对5旬节圣神降临以后才开始。当时的教会，咱真习惯称作是初代的教会，也是称作耶路撒冷的教会。照教会宣告历史的进展，后来随着保罗先生又伫大马色的路上，受主的光照，受主的呼召，然后伊受献身、册派了，才有较正式、才计划着将这耶稣基督福音对耶路撒冷的所在，渐渐传到外邦。后来咱看去《使徒行传》，也是讲新约的圣经者的批信，咱通看去福音所教的所在，也陆续建立了教会。对迄个时开始，毋但有耶路撒冷的教会，上是后才外邦地区的教会。总是后来伫主后45年左右，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迄个时有拄着大饥荒，包括耶稣基督的教会也受到非常大影响。就是讲，这个教会兄弟姊妹，这个信徒，因伫生活、伫经济顶面拄着真大的困难。伫这种情形下面，保罗先生为了促成当时的普世的教会，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以及加正外邦正地区的教会，这个信仰的共同体会当做伙来分享，彼此来分担。所以特别为了耶路撒冷的需要，来用这个外邦的教会来募捐、收取奉献。头啊，带咱做伙读这段经文内容，就是描写保罗先生怎样来勉励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就是当时伫外邦的正教会当中，无论是教士、人才、属灵文士，甚至伫教会经济顶面，而且外邦的正教会拢排头真卡的哥林多教会，因会当做伙来为着关心伫耶路撒冷教会，为着因来奉献。这有意义活动的顶面，希望因会当来付出来支持。保罗先生特别用马其顿正教会来做例，鼓励哥林多教会兄弟姊妹会当来效法来学习，
因为马尔基顿正教会伫耶路撒冷发奉献这事当中，是遮尔主动、遮尔积极、遮尔甘心乐意、遮尔热诚，甚至是用拜托的，甲保罗甲伊同工讲，互因有机会来参与关心耶路撒冷教会，甲遮兄弟姊妹需要的顶面。保罗将马其顿正教会对耶路撒冷教会的关心，这种美好的见证分享给哥林多教会知影，希望会当激起哥林多教会兄弟姊妹的心智，互因会当做伙来关心参与实践肢体分享的精神。所以，借着这段经文，咱能看见马其顿的教会是怎么款的教会？第一，正教会是伫欠缺当中有愿意分享的教会。伫经文当中，咱能看见保罗先生伊安尼讲。马其顿教会、正教会虽然伫贫困欠缺当中，但是却有愿迄款慷慨的关注奉献，遐尔乐意来分享。亲爱兄弟姊妹，咱知影，当一个人、当一个家庭、当一间教会，因的经济顶面是富足，也讲生活会得过，也讲至少芳会过去。即款热切慷慨奉献，袂互人感觉真稀奇怪。独到伫款的困苦、丧乡、欠缺的面。各会当慷慨来关注，咱台湾话讲迄个无吼，搁我都来刻出来，这就无容易。这是因为马其顿教会兄弟姊妹因拥有耶稣基督的性命，因体会到彼此之间是一个信仰的共同体，所以因愿意来分享。所以保罗先生伫经文今仔日的第3章咧讲，因为我甘尽因家己甘愿照因的力量，搁照过头的因的力量，恳切互阮有因得到这恩。所以，而且咱做伙搁来看正教会，就是因奉献的亏力是超过因的亏力所会当交的。保罗先生接续安尼讲，因的奉献毋单是照着因的亏力，而且是过头因的亏力，是家己甘心乐意的奉献。这种超过亏力的奉献，通讲是无容易，除非是主耶稣基督的听，深深感动伊，互因愿意伫肢体当中彼此人分担。若无照人的常理。是讲有人讲吼，即马现代人吼，即个拢真后夹算盘，可能少年的吼，毋知讲夹算盘是啥物啦。因为即马手机吼，计算真方便，过以前吼，就是透过夹算盘，总是拢真侪代志爱计算了吼，才来做。所以咱知影马其顿教会兄弟姊妹，因为信仰下面，因欢喜来关心。第三，咱看起这教会是主动亲自奉献的教会。保罗接续讲，因的奉献是自愿。甚至是永远恳求，互因去帮赞犹太信徒即个好事顶一份。显然马其顿的奉献毋是照律法的规定，更加毋是表面应付，也毋是承受着保罗迄款认证的压力。因为咱知影马其顿教会的兄弟姊妹会当接受着耶稣基督福音，是主的圣神差派保罗甲伊同工听起马其顿的呼声，所以来到对远的所在，来到即个所在来传扬耶稣基督的听。所以可能有人想讲这保罗先生就开喙吼，甲即个马其顿教会兄弟姊妹要求吼，即个马其顿教会兄弟姊妹想讲，咱会当认捌耶稣基督，接受即个福音，拢是因为保罗先生传福音我能过，伊甲咱讲起伊的母会伊的同胞兄弟姊妹需要，无咱看伊的面子吼，无加减奉献吼，较袂歹势。无毋是，咱知影正教会兄弟姊妹，伊是用主动甲拜托的。特别如果咱对当时初代教会因的历史背景有了解时，咱更加会当感受到马其顿兄弟姊妹因的无容易甲甘心。因咱知影以色列人因也做是耶和华上帝选民，虽然因为得罪因为背叛上帝，国家被亡了四散里外邦的所在，总是犹太人以色列人因真正真有头脑啦吼。真够做生意吼，总是因为当个地所在虽然有真侪真好的经济成就，总是因为宗教文化污染的缘故，因家己成做一个族群。所以咱若看历史的过程当中，其实遮个犹太人甲以色列人吼，其实伫当地吼，其实毋是非常受欢迎吼，因为因甲当地人有隔膜，当地人甲因也有隔膜啦吼。所以伫当时遮外邦的当中，其实真侪人对犹太人的社群也是安尼。做起咱看起马其顿教会兄弟姊妹，当因领受着耶稣基督福音了后，诚做初代信徒，因知影因会当领受即个救恩，
是透过耶稣基督迄个牺牲伫十字架顶的听，所以因拍破一切的芥末，人的芥末也好，文化的芥末也好，民族的芥末也好，语言的芥末也好，当因听起耶路撒冷教会，这兄弟姊妹需要，其实甲因无啥物关系，离真远，嘛无共款的民族、民间文化，总是伊是因为即个福音的缘故，所以因欢喜来关心。所以，这个当中，通讲，互保罗先生，甲伊同工非常深深的感动。我相信因哥林多教会这个马其顿教会的兄弟姊妹，就亲像保罗伫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9节所讲的，因为恁知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伊本是好嘢，为着恁正做颂扬，要互恁对着伊的颂扬来正做好嘢。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为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知这几十年来，孝信牧师、甲圣牧师、甲咱这两教会中真兄弟，伫大竹塘的地区，遮做真好的工。伫咱的当中，也有这遮的所在的信徒。我想咱也对这所在的信徒兄弟姊妹性命的学习，因为我本身是第4代基督徒。其实伫4命当中嘛，经过真侪摆互主的修正甲调整。我想，这个初代信徒会当深深体会到马其顿教会兄弟姊妹迄款对主迄款的感恩、迄款的热心、迄款的疼痛。因为原本咱是甲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无分，是主耶稣基督伊道成肉体来到咱的当中，甚至欢喜为着咱世间人的罪，行十字架苦路，受钉死伫十字架顶。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伊受尽一切的苦痛，为着的是要赎回你、赎回我，互咱会当重新定做天父上帝的囝儿甲查某囝。所以马其顿的教会兄弟姊妹，虽然是在人看，伫经济、伫各方面、伫社会地位检采毋是真悬，像圣经所讲的，伊嘛有真大的欠缺。正是因听到具体的需要，耶路撒冷教会需要的时。因迄款甘心乐意的奉献，迄款的关心，真正互咱深深受感动，也互保罗先生受到感动。是啊，主耶稣原本是富足，为着咱的缘故，伊愿意诚做颂扬，甚至是牺牲性命。所以马其顿教会兄弟姊妹，伊愿意也因为耶稣基督的疼，来回应主的疼，来关心耶路撒冷教会兄弟姊妹需要。所以，亲爱的姊妹，当主耶稣讲，咱着彼此相疼。对当中人要对恁看出，恁就是我的学生。这通讲就是彼此是互相。当你有欠缺时，我来帮助你；将来我有需要的时，你也活过来帮助我。我相信这也是咱教会这个信仰的共同体应该有的精神。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教会就是一个共同体，因为生命的关系有共同的命运。所以，一个肢体若受苦，正肢体就做伙受苦；一个肢体若快乐，正肢体就做伙快乐。因此，今仔日我有软弱，你来扶持我；将来我有需要，你有需要换我来帮助你，互咱会当进一步建成正教会，伫主耶稣基督内面，正做一体，会当正做彼此分享上帝恩典的教会。感谢，搁一摆感谢主的恩典，也感谢咱得到教会的接纳。互阮而且有机会来分享草的教会伫殿堂各地的信徒历程，而且真正感受到上帝是怎样，是互咱对无教有，对有教有存，甚至互咱会当体验到，伊是一个为咱伫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的上帝。感谢上帝恩典，2017年是草的教会设教50许年，阮经验到咱所信靠的天父上帝。是为着阮伫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的上帝，因为信心的上帝有将草的教会兄弟姊妹期待50年久，期待50年久的土地收属草的教会像兄弟人一生有几个50年可能一个啦大部分啦两个就较少可能也捌听过有3个50年的至少牧师迄个所熟悉无啦总是草的教会，有人讲50年，差不多2地半的人因为差不多20年一个世代啦总是草的教会一直到50年较有家己的土地而且我刚刚做迄个草的地区的简介
草原是伫迄个高雄吼真定吼一个草原所在吼，是安怎叫草原？讲较早伫清朝时代吼，捌伫遐设一个衙门吼，衙门啦吼，咱讲个衙门啊。因为迄个衙门吼是用迄个草啊搭的吼，我开始哦，所以就讲迄个对迄个所在开始，嘛会当看去迄个所在真早就发展吼。后来吼，迄个伫几十年前吼，咱台湾吼咧进入迄个工商业的社会吼，经济拄咧起飞吼，真侪只外来人口吼，拢到伫迄个大高雄迄个港岛的所在去发展。我知影咱中部吼，迄个中华甲基北吼，真侪是拢到伫迄个台北吼，总是咱知影伫中华以南吼，特别南中华吼，嘉义吼、云林啦吼，甲迄个台南吼，南对平迄个屏东离岛有迄个平湖吼，甲迄个小琉球吼，真侪吼，遮外来人口拢到伫迄个高雄发展，因开始架脚的所在吼，就是伫个草原。所以草原即个所在吼，是咱全国吼较早上盖大的违章建筑区啦吼。咱想讲，这台湾最大违章建筑可能在台北，不是啦吼，在高雄草原啦吼。我听遐兄弟姊妹较早讲起真趣味吼，一块空地啊吼，过顿工吼，有几啊户都伫遐开始生活，开始有人贴迄砖啊吼、暗片啊啦吼、合板啊吼，外口用一个灶吼，就开始遐生活吼。因为迄个几十年前安尼，总是吼，迄个上帝真奇妙啦吼，互遮诶出外人吼，关心出外人，艰苦人体贴着艰苦人吼，上帝有透过一阵出外基督徒吼，伫迄个所在吼，成立迄个草原教会，总是伫迄个教会拄开始诶时候，等下放一个影片互咱看吼，教会是对一间迄个德公厝吼，搭迄个草诶家寮开始吼。可能咱这青少年会觉得牧师你在讲天方夜谭嘛，但是咱看影片就知影，迄个草原教会开始就真正是安尼啦吼。虽然教会伫安尼开始，后来佫经过几啊半的变迁吼，拢无一直无家己的土地吼，因为迄个教会所在土地是用迄个高雄市政府吼伫遐来承租。总是亲像牧师所见证的，上帝是伫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的上帝。伫草原教会50几年此后2017年的时，有纪念一代的信徒的忠心的奉献，所以有将土地赏赐予教会。迄个草原教会历史吼，原来用迄个市府所承租的土地吼有120坪，总是后来吼，迄个即种地上承租权吼，土地是属于市府的。后来道路呢120坪缩做45坪。20几年前吼，草原教会吼，就伫迄个45坪顶面起做现在礼拜堂。虽然起了袂真好啦吼，总迄间教会甲咱报告没有使用执照吼，所以是一栋当地的大违建吼，所以感谢主的保守啦吼，上帝还佫施恩伫当中。总是伫几年前吼，伫阮真爷牧师的任内吼，阮有甲迄个隔壁吼购买那个承租权，所以伫2017年阮会当市府承租的时候。整个当买土地吼，变做121坪，所以咱来看吼，对120坪缩做45坪，50几教会50几年时，阮甲收的买土地吼，佫恢复到120坪吼，真正照圣经所应允的，从伫迄个50几年时，上帝有将属伫草原教会的土地赏赐阮。总是吼，当阮会当申购这个土地时吼，通讲是一面烦恼吼，一面欢喜一面烦恼。欢喜的吼是等50年吼，特别伫当中有真侪遮年长兄弟，因无看起即个事成就，已经等于天家。总阮相信因伫天甲阮做伙来欢喜，因为在生时因怎样努力为着教会，思念念，希望有家己的土地伫遐奉献付出。虽然有几啊位等于天家是无看即个事成就，总是上帝亲自纪念。将恩典煞到而且兄弟的后代，到阮即代顶面，真正是通讲非常欢喜。总是吼嘛烦恼吼，因为迄阵吼，迄个市府讲会当准你买吼土地吼，拢总是1700万。但是有一个但书吼，你3个月吼爱付清即个款项吼，无真歹势吼，政府要甲迄个土地吼承购权收等于吼，你有别人安尼。当然，阮是迄个承租人吼，会当优先承购吼，承购但是你需要现金嘛？市府吼用迄个方法讲伊甲阮讲吼，
迄个高雄市银行吼，咧承办这有讲恁会当用恁这土地来申请迄个低利专案贷款安尼恁着先甲市府的银行，迄个市银行贷款慢慢来还总是咱知影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属于总会财团法人迄个高雄市银行伊会经理甲阮讲恁有董事会这真简单你请你们董事会调一个董事会啦所有董事拢出席，每一个拢签名秘书阮就会当迄个用这个专案用恁这个土地做地借恁钱恁家买转，恁较豆豆还这个本金甲利息。总是我迄个时刻电话互咱总会财团法人董事长得到的回报，互阮真失望因讲咱迄个李牧师你也知影咱总会这个财团法人的董事无论是牧师甲长老，大家拢是代职的因为这个财产是家己的啦所以阮无咧签名秘书因为咱迄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家大业大教会遮尔济土地遮尔济甲你即间签名秘书，互你甲市府借钱万不为发生代志以后其他的教会有嘛要比照办理阮着迄个法院走袂离所以财团法人无咧甲咱签名秘书啦后来我知影咱教会要甲迄个金融机构借钱足困难的呢，真正是足无容易安尼。总是迄阵教会建堂固定基金欠900万真正无容易因为我请教迄个草原教会时因教我讲牧师阮教会都没有师讲是安怎教会无师阮教会无所谓的老师啦律师医师医师监督师拢无阮拢是做工仔人啦就是真好势做工仔人啦所以通讲会当几十年累积迄个900万，真正嘛无容易总是佫差现金800万要安怎？你3个月爱撞诶，我金融机构嘛真困难借你呢，我要甲地下钱庄借嘛，这嘛无啥信用啦但是上帝是读天祈祷的主，迄段时间兄弟姊妹逼切祈祷，上帝就为阮开路，我有机会附近的迄个教会的督导合作社，佫有友好的教会，佫兄弟姊妹因有利息无利息借教会，所以阮会当伫期限当中筹措了迄1700万，甲迄个土地买落来，总是土地买落来爱还本金甲利息对阮是负担，所以我嘛透过高雄中会议会会当进教会高雄中会所属的教会伫遐募款佫一摆感谢上帝过去有机会伫咱中华中会服侍伫遮服侍嘛得到咱得当教会接纳伫遮分享上帝的听以阮的需要，也愿意来关心阮我25年前离开迄个合营教会，我亲像所穿即束西装也是要离开合营教会时兄弟姊妹做送我伊讲李牧师，因为你要照顾亲人缘故，有转去故乡高雄的所在。我出身是伫高雄的鼓山内为教会，教会做即束西装，互你希望你有缘带着上帝听，甲教会听伫底头前服侍内面小的核心教会进正啦都应该袂无去啦过去伫合营教会15年久，对正教会得到兄弟姊妹听堂，嘛学习着真侪信用的功课啦我会记得合营教会一位女长老伊怎样对一个无道友到信徒，诚做即事诚过一个长老当值服侍上帝怎样施恩伫这当中，特别是即个女长老伊会来教会是因为伊个细汉查某囝读教会的学费开始接触教会，伫我真正任的牧师的人代。后来有机会透过查某囝伊来嘛引带伊啦迄个是咱的得当教会甲咱义林即个正教有成立义林宣教中心拢有真好的培灵会我嘛捌甲伊邀请伊嘛来参加呢，伊伫遐开始来报道啦其实即个姊妹伊会当信主真正是无容易因为伊是本身出身伫南投水里一个真传统民间宗教的家庭伊过来即边先去即边伊的大官伊的大官是迄个鼻头合兴有一间足大间的妈祖庙叫合兴宫啦，我相信咱兄弟姊妹有经过拢会看到伊的大官是迄间庙咧起的是个副主任委员伊阁是即个家族的大新妇
咱知影吼，即个姊妹要信主真正是无容易吼。总是上帝超过人的所以咱想象的。即个姊妹伊是大新妇，伊生3个查某囝吼，拢无后生吼。伊的大家大官吼，家总是真重男轻女啦吼。伊的查某囝吼，讲我的妈妈吼是台湾的阿信啦吼。所以咱就知影即个姊妹吼，真正是真无容易吼。总是感谢上帝的慈爱甲疼痛，伊来认捌的耶稣基督了后，透过每一摆参加伫教会礼拜，会讲伫咱的培灵会当中，伊拢流露受医治的目屎吼。上帝怎样伫每一摆的礼拜聚会吟诗的当中，来医治伊所受伤的心，所以就决志吼，来跟对主无偏离吼。虽然伫伊的家庭当中有受到真大的阻挡啦吼。我会记得我有一届吼去个家庭主持家庭礼拜吼，互伊个大伙吼当场伫遐礼啦吼，我也惊一条吼，嘛毋知影处理。后来嘛是毋知怎经过吼，所以拄着，所以当体会着即个姊妹伫迄个家庭当中拄着足大的艰难，但是伊担着即个主恩的滋味，伊就起条无偏离。迄个时吼，我会记得吼，伊拄咧开始为着家庭的经济需要吼，有咧做迄个居家服务啦吼。伊看伊着迄个居家服务、服务，遮个老大人吼，难免有一寡辛苦病痛。伊看去遮年长的阿婶吼，辛苦病痛，伊就怜悯的心，伊就甲阿婶讲：阿婶，我咧讲吼，阮的教会牧师兄弟姊妹吼，我咧讲吼，上帝是听人祈祷的上帝。我为你换手祈祷好无？阿婶讲好啊，无吼你甲我祈祷看觅。伊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吼，为阿婶祈祷吼，求耶稣互伊身体轻松。过当伊搁去做服务的时候，阿婶招隔壁阿婶吼，来吼讲，我咧讲吼，我交我迄个服务即个美玲吼，人真好吼。伊甲我祈祷了吼，我身体较轻松吼，无互你祈祷看觅。有一摆吼，迄个礼拜了吼，即个姊妹吼，甲我讲吼，讲牧师，我甲你问一项事。我讲好啊，有啥物事安尼？伊讲咱教会吼，迄个加减奉献啥物意思？讲教会加减奉献，讲无啊，教会较有加减奉献。伊讲迄个教会即个加减奉献毋是加减奉献嘛？这个加跟减啊，我讲毋是啊，迄毋是加减奉献，迄11奉献啊。我讲安尼11奉献是啥？我讲吼，就咱一切收入吼，拢是上帝分典咯，包括咱的薪水啊各方面咯。咱欢喜吼，将咱收入分做10分，摕出1分吼，奉献互上帝，奉献给教会，作为上帝圣工的路用安尼。我记得即个姊妹吼，伊目睭足大，你讲咱信靠的上帝遮尔好吼。伊家己见证讲啦吼，伊第一个月吼做居家服务的时候，收入8000块，伊奉献800块；后一个月伊收入16000块，伊奉献1600块。去后个月上帝加添有气力、耐心、疼心甲体力，互咱知影做迄居家服务的工课真正是无轻松吼。迄个月伊收入32000块，伊奉献3200块。去后个月上帝佫加添稳定气力。耐心、疼心、体力，迄个月伊收入64000块，伊奉献6400块。迄个时多是个3个查某囝陆陆续续咧读大学的时候，其实伊个3个查某囝拢真可取吼，大汉的到第二个拢读台北的公立的大学啊吼。当然公立的大学学费较省吼，做咱知影伫台北生活，生活费真悬啊吼。迄个时个3个查某囝拢用钱的时，总是上帝。奇妙稳定，互伊透过这居家服务栽培的3个查某囝完成大学的阶段。伊也选引出的3个查某囝吼，拢洗礼信主吼。大查某囝甲二查某囝吼嘛引出囝婿吼。伊是有4个外孙吼，嘛拢小儿洗礼啦吼。伊个细汉查某囝吼，嫁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传教者吼。较早伫咱的路上教会咧服侍啦吼。伫顶个月7月12号吼，屏东中会吼，你感觉迄个中会会甲伊丰富啦吼，迄个以诺传道啦吼。所以我真正也对即个姊妹即个女长老顶面还是信仰的功课。我会记得我搁伫下乡咧服侍的时，有一届我转去故乡吼，高雄看我的师大人吼。迄时我爸爸拄好对劳工退休啦吼，伊甲我讲正钱，咱的保会吼，高山来为教会要。献堂啦，要建堂啦吼，我有感动吼，献20万。迄时我爸爸吼，拄对咧报体了100几万，20万对一个家庭来讲可能无真济，总是我的爸妈妈是生活真朴实的人，
20万是一档的生活费，一档的生活费。我听了，我就甲我爸爸讲，爸爸，你退休了嘛，无啥物款的收入啊，因嘛无啥物保险啊，只有劳保甲健保，健保佫退了，然后是迄个劳保佫退了，健保尔。你嘛，你这年纪要佫找工课嘛，真困难啊！这100几万的退休金嘛无真济，是你甲妈妈生活退休的所费啊。阮做囝儿的，逐个月互你的嘛真有限啊。我意思讲，爸爸，你开要一困头奉献遐尔济安尼？因为圣经甲咱讲啊，奉献着甘心乐意啊，无你出力免奖。总是我爸爸甲我讲，伊怎样对一个艰苦囡仔嘛无受真乖教育，伊较读小学2年，然后就开始做工安尼。总是上帝因带伊，后来嘛有能力买一栋厝，无虽然无真好，伫高雄南仔溪所在，佮栽培伊的大汉后生。做上帝工人，全节传到遮。虽然这个后生嘛真罕蛮无真熬吼，总是上帝保守伊经过安尼，所以看起无会的需要有迄个感动安尼。这个是听了我感觉真见笑，因为我确实真正是真罕蛮吼。因为有一届吼咧，同学吼咧参加这种会议的时候，食饭后咧讲吼，因真烦恼这个郑前牧师啊，安怎讲？讲这郑前牧师伫学校吼足掂的唱圣诗佫会走调啦，所以真烦恼吼，伊毋知影要出来安怎牧会甲服侍。总是感谢上帝恩典，离毕业出来服侍主，教会已经有20年的时间，一路行来真正是上帝恩典，因带甲带领，包括来到彰化中会时，得到定伦教会孝信牧师甲圣的牧师甲中正兄弟真侪关心安尼，所以迄个是其实。心内真见笑啦！听我爸爸咧讲，所以我甲上帝讲主求你也看顾我的老爸安尼嘿伊知影你知影伊对你的疼。来过13了，我搁等伊迄个看我是大人吼，我爸爸甲我讲，我正虔，伊讲伊接到一个公事因为阮爸爸真正无读真济册伊讲毋知迄个好亲像法令修改安怎伊嘛有了解，好亲像将伊过去迄个做兵进前的年资吼。迄个个劳保局佫保互伊，佫保一条20几万的互伊安尼。所以伫遐真正是感谢上帝的恩典，亲像路加福音6章38节所讲的，互人就要互恁，佫要用作业的斗日药，互伊搬一到搬出来，拼伫恁的衫被，因为恁用甚物来量，也要安尼倒量互恁。咱所信靠的上帝，就是遮尔恩典满满的上帝。24年外前，将近要5年，我来到草的教会伫遐来服侍。虽然正教会长期伊无家己的土地，亲像我甲兄弟姊妹所讲的，正教会兄弟姊妹拢大部分是较迄个朴信吼，迄个劳工阶级淳朴的即个兄弟姊妹。因目前也有迄个成迄个借款甲利息的来业力。总是我伫当后甲服侍现在，我发现正教会是真愿意甲人分享上帝的囝教会。包括今仔日我来咱当中募款吼，我们也接纳迄个平安基金会吼，伫配合办支持迄个施顺祥牧师吼，嘛为着因的中性需要，伫遐来募款吼，今仔日安尼。我特别举一个例啦吼，我们连续2档接纳咱彰化中会美光教会吼，伊是伫咱和美吼迄个所在的原住民的教会，连续2年吼，来草的教会伫遐来募款。会记日伫春年的9月初2吼。迄天我嘛是出外去募款吼，我过当礼拜有看去教会收报，我真感动。原来迄天阮教会出席人数是92名，总是有63名兄弟为着即间别地原住民教会伫遐关心大祷告。而且我甲兄弟姊妹报告，真济迄个奉献的金额真正是无真济，真正是无真济。总是我深深感动的是兄弟姊妹伊迄个奉献的比率是遐尔高。92名兄这礼拜有63名关心这间教会，虽然金额无真悬，总是奉献比率是遐尔高，互我想起主要所讹了迄个寡妇迄2个小钱的奉献，迄2个小钱可能伫当时伫圣殿奉献的真正是无真济，无真济，总是耶稣却讹了即个2个寡妇小钱奉献，所以互我深深也。为着即个草的教会兄弟姊妹感动，我也会当真做草的教会牧师做供应。
所以伫遮也做伙招咱会当有机会来关心草的教会建堂的事工。最后，我也要用一个见证做结束。伫我为着阮教会需要，去阮高雄中会某一间教会迄遐募款吼。因为迄个时候，草的教会有一台20几年的福音车，嘛开20几万公里啦吼。真正状况真济吼，常常迄个油尖故障啦吼，我一摆吼可能觉得，哎呀，到底有没有？一摆再上年出去吼，佫破链安尼。有时候变档也不是很顺，那个有迄个美感，不要开个像变档迄手牌。我有时吼，迄个油水温佫会呛悬但是吼，我嘛是讨论真久到底要换福音车无，还是要用租的，要买安怎吼？因为教会吼，佫欠遮尔济经费吼，无得拢现的安尼。所以阮迄间教会无怪的时候，看现今教会要换福音车，因讲有一台吼，迄个福斯 T4的吼，16档开4万几公里尔吼，因要换一台吼，福斯 T6的吼，按算150万。我看了迄个周报，我就真欢喜，甲迄个牧师同牧师讲，哎呀，牧师你要换福音车，无去看福音车看会当好运还是袂运拢好。迄个主任牧师讲，你牧师歹势有人注文去我袂紧，阮第二顺位，后来这个代志就袂记一啦吼。过一站吼，这个牧师吼甲我联络讲，你牧师阮教会迄台福音车，你佫想要爱无？我讲好啊，我就招小员去看，看了真喜欢吼，就甲伊买落来，用5万块啦吼。原来知影吼，因为迄台车吼，如果以旧换新，会当抵5万啦吼。所以讲无就卖5万块卖互草的教会。后来阮台旧的福音车吼，佫卖2万吼，所以等于3万买。后来吼，知影听迄个牧师讲你牧师你知影无？阮教会真顺利吼，买着新的福音车，即台旧的吼，较让互恁安尼。我真感谢主啊！伊甲我讲吼，你敢知影发生啥物事？我讲啥物？我讲你讲吼，迄请安遮募款了吼。下晡有一个兄弟吼，敲电话互我，伊甲我问讲，牧师咱教会福音车佫欠偌济？讲咱欠迄个逐个奉献几十万的，佫欠100几万。伊讲吼，安尼100几万吼，我拢全奉献安尼。迄个牧师讲，毋知影是毋是你牧师吼，你来讲道了吼，迄个兄弟伤感动。我讲毋是啦吼，是上帝家己做工。所以感谢主，因有一台162万的福斯 T6的新车，阮有一台吼，迄个真好用吼，福斯 T4的福音车吼，因16档较走4万外吼，阮1、2档就走万几，就走去1万几公里啦吼。所以只啊感谢上帝恩典。所以亲爱姊妹，随着今仔日为着阮草的教会需要，伫遐希望咱做伙关心。总之，我相信上帝也透过阮伫当地所做迄款的福音的事工，佫一摆会当激励咱得当教会兄弟，咱做伙伫主内面。会当为着主来大发热心，来做正主伫咱所要做的工，愿上帝受恩赐福咱，咱佫一摆同心来祈祷。听人我拜上帝，满心感谢你，与主你是伫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的上帝，阮有这来献上感谢。为着阮草会教会有机会来到得当教会，伫阮的基客教会当中，分享上帝对阮的听，也看起主你伫得当教会。伫大地得当地区的所在所做的工，我为这来献上感谢。恳求主的神继续大甲好心牧师、信义牧师，甲得当教会所有中级兄弟姊妹撒甲伫地，主啊，你福音的门伫这个所在大开。阮也确信主你继续要大使用伫得当教会，伫大得当甚至是大中华这宣教的事工，互正教会用正教会来得到稳定福气。特别阮看起教会真。重视伫遮的青年、青少年，伫信仰的培育甲造诣就会顶面。主你也照因逐人信心分野甲服侍热诚，互教会代代地兴起。阮为这来献上感谢。愿主继续祝福赐福伫得当教会，伫上帝国当中所做美好的工，也当成做正教会祝福。互阮也当伫彼此学习当中，互相来成长，互上帝神得到欢喜。愿上帝也坚固阮的手所做的工，赐福阮，献上阮的感谢甲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最后用点仔几的时间分享一个影片，互咱来关心草的教会。
咱用圣诗317首来应答上帝听。你若欠过真失望，我着尽力来帮衬。求主看了就欢喜，显明真实趁道理。咱决意三听，咱决意三听，咱决意三听，求圣神来帮衬，请起立吟全首。请坐，向咱准备什么奉献？
兄弟大家平安。咱真欢喜吼，今仔日李牧师来咱的中间吼。伊是过去阮真好的同工吼，伫咱隔壁教会，特别是迄个宣教中心迄个时阵，伊拢载会友来遮参加吼。伊头拄仔甲家己讲甲足客气啦吼，讲伊姓氏认无好啦，啥，其实是足认真搁拍拼。一个牧师吼，夏兴教会伫伊的牧会期间吼，大来转变过吼。真感谢上帝，互伊搁伫草野教会担当遐尼大的责任啦吼。其实吼，牧者做去教会咧做见证的模范是足辛苦的，特别教会咧见证的期间吼。咱教会去后壁教育馆，搁去副堂吼，我就发现，哇，原来起厝足侪学问伫即内底吼，真无容易嘛，真无简单，搁爱试过去募款吼，迄是足忝的吼。感谢主吼，伊的教会有请牧者的执事甲执事娘陪伴伊来吼，咱现在要来介绍。蔡明志执事甲执事娘吼，咱来拍谱仔来欢迎因。互牧师吼减轻开车的迄个疲劳吼。即礼拜张牧师去花莲迄落培灵倒转来，今仔日搁去竹北，我是讲哇，较用着，敢拢袂忝吼。结果。伊的查某囝着烦恼，着敲电话，吼，爸爸你到倒位啊？我伫休息站啦，伊去休息啦，吼，伤忝啊，吼，真正挡袂牢吼，年纪到啊，吼，嘿，两兄弟姊妹会当参与建堂吼，是足大的福气。咱若伫圣经内底看吼，大笔伊真兴的时阵吼，国家足强的时阵，伊一直要甲上帝起一间圣殿。但是上帝讲啥？你袂使咧起，因为你做足侪无好的代志，你袂使起。所以大笔甲伊遐资产，伊遐宝贝真贵重的物件留咧互伊的囝，所以伊的囝起做圣殿。所以每一个当参与去做圣殿的吼，拢是上帝大祝福的人吼。即场奉献吼，请咱踊跃来参加。你若是今仔日无方便的人，你甲即张摕转去吼。伊才有写迄个要安怎汇款的账号吼，足简单的吼。嘿，你会当去用直接甲汇款去吼，若今日咱就方便，咱就甲伊录咧即内底。你若愿意留你的名，你就若无你就无吼，你就看你要奉献偌济，你就甲录落去安尼吼。希望咱大家来参与即个草野教会启堂吼建堂的迄个奉献。将来你到遐的时阵吼，你会徛伫外口，你讲感谢主吼。即间教会我有奉献几块砖仔吼，虽然即摆起厝若无用砖仔吼，我有奉献几支铁条吼，即款的享受吼，恁将来一定会当徛伫即间教会外口献唱恁的感谢，但愿咱大家来参与吼，搁来第二项就是，咱教会有一个足好的迄个培灵会，就是马约翰牧师吼，伊今年搁会当来咱遮吼，伊伫9月25、26吼，每暗开始吼，迄个拜五暗甲拜六暗，即2讲的迄个宣讲吼，拢足好的，请咱大家甲时间准备起来吼，咱通好来参加特别我足期待伊讲启示录吼，马约翰牧师真够讲启示录我足期待
下面的时间，咱要来代祷吼，咱要来为生日的人来代祷。上时咱嘛为着草原教会的建堂来祈祷吼。首先，咱来为着草原教会建堂来祈祷，咱三个来祈祷。亲爱的爸，阮真欢喜，今仔日会当参与草原教会的建堂，这是阮的福分。主，阮知你爱阮，诚做会晓分享的基督徒。哪分享主的祝福，就哪加添。我要恳求主祝福李牧师甲伊的职事平安，倒转去甲因的所在。恳求主祝福因的建堂会当伫主的听的内面稳定无限。恳求主你带领因，互因起做主你爱用的教会来复兴主你的事工。我若要为着阮的教会生日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我要为着恩君、主恩、贤燕、春莲、崇恩、安美、信奇、信维、再敬兄来祈祷，恳求主你的神充满因，互因伫因的日子内面，诚做主好见证的基督徒。我要将这细囝拢交托伫主的手中，恳求主感纳，愿安尼祈祷，感谢奉主的名，阿门。咱来请生日的吼，伫咱中间有安美吼，安美姐伫咱遮吼，咱请安美姐，佫有啥物人？有恩君，常常想做恩君，佫伫台北。这是我来报告顶主的聚会，咱家己看。本周的聚会，拜三祈祷会伫礼拜堂8点，家庭礼拜咱就暂停。请早起来
活动是伫7点半伫教育馆，查经班7点半咱伫教育馆的2楼。圣诞的服饰，咱下个礼拜请班管教师领诗是青少器，司琴请刘一鸣兄弟，誓言是我甲胡书记执事。招待是第3组，咱爱餐拢暂停。新眼光的读经表，咱才安尼灵修。基体交托，咱本主日有草鞋教会，李牧师为着建堂前来募款，请咱同心来奉献。第2，9月25甲26个2个暗时8点到9点有马约翰牧师的培灵会，非常的赞，咱欢迎来参加，请踊跃邀请咱的朋友，毋通失去好的灵魂的迄落上演。第9月25拜5的是要查约翰一书4章16节到19节，回应上帝疼的性命，正做一个成色的奴仆。9月26启示是拜6启示录4章8节到10节，食的即卷书。第3，8月份开始新的查经认捌耶稣的教导，主题对耶稣的教导重建灵魂的影像。正先查考登山的部分马太第5章甲第7章，欢迎参加。想要参加的加入来查经的族群，以便传递信资料。第4，为生日的人来台岛奉献报告，若有毋对，请用过去人员来更正。台岛事项，第1，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间来祈祷。第2，为中华中华50周年事工来祈祷。第3，为心心坎安的兄弟来台岛。第4，为教会青年下课课业的祈祷。第5，为适婚青年的婚姻来祈祷。第6，为姊妹教会来台岛富林甲集德克达亚。这是咱来吟上元圣诗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天父上帝赏赐大福，听咱亲像囝儿，听咱亲像囝儿。请起立吟全首，吟诗带请李牧师祝祷。听头，阮阿爸爸上帝，我们搁一摆来到你面前献上感谢，也见证讲会当诚做你所救赎宝贝的囝儿、查某囝，诚做你神的百姓，是阮一生上介大的恩典甲福气。亲爱的阿爸爸上帝，要来新的一礼拜，恳求主你的神，甲所有兄弟姊妹同在，互阮伫事农工商在学主题、学习读册，拢满有你恩典的同在。也恳求主的圣神坚固阮逐人所做工，以及阮的家庭、阮的生活、阮的灵命，拢得到你的恩典，疼痛满满，会当荣耀上帝，利益众人。愿天父上帝疼痛，
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圣神的化果、扶持、感动、勉励，甲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同在，对即时到永世大保证。阿门。请坐，灭道闭会。